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取消咗中國同埋香港寄往美國小郵包嘅關稅，咁意味住咩呢？即係話如果舊陣時你哋寄美國嘅貨品800蚊樓下係唔使俾關稅，但係喺5月2日開始呢，就要俾145% 嘅關稅，咁一去呢，就每件產品俾100蚊美金，仲揚言呢6月會加到每件產品200蚊美金嘅關稅。咁好早嘅初期，郵局喺4月27日已經停止收取寄往美國嘅小包裹，因為呢啲關稅係需要當地嘅郵政局代收，跟住俾美國，所以郵政局係絕對唔會幫我哋咁樣收嘅。統計一下，原來發去美國嘅郵包佔90%咧，都係嚟自中國同埋香港，當中涉及有私人寄郵包去俾親戚，咁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一啲網上嘅平台喺度做緊生意，將啲貨品用小郵包嘅方便寄去美國，又唔使關稅，其實影響都幾深嘅。第一，空運嘅航機已經跌咗90%，即係基本就冇嘢寄，因為香港郵局係唔收呢啲小郵包，咁佢只收咧就係你寄紙張嗰啲文件，佢就幫你寄啦。咁樣嘅關稅下冇嘢寄，當然物流又冇嘢做，工人又冇嘢做，所以由於美國總統嘅票源最大咧就係運輸業一啲工人投俾佢嘅。咁喺5月13號。大家最後坐低傾掂啦。咁最後我哋寄小郵包嘅關稅呢，就會由145跌到去54嘅關稅。但係頭先講咗呢個關稅係需要當地嘅郵政局幫美國代收。咁香港呢，至今仍然企硬不貴。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寄一個小郵包寄俾我哋嘅親人，又或者你哋仍然想繼續喺網上做一啲小生意，咁應該點寄呢？當然，坊間仲有好多私人嘅快遞公司 ，DHL、FedEx， 咁我就略略睇佢嘅價錢，咁起跳咧都要200-300蚊嘅。而我咧就今次會示範用大陸嘅菜料寄1公斤嘅嘢，運費加埋關稅，大概160蚊左右。咁呢度呢，我就會示範點樣寄，點樣去俾個關稅，點樣申報。咁純屬係分享嘅。咁如果大家